不饿我可餓了啊。真香。你们为何要抓我？自然是为了钱。你不像是普通的劫匪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猜猜。披发左衽，必为虎祖，北狄西戎。你们是狄，还是戎？丫头，看来你有点学识啊。东胡、林胡、楼烦，白狄、赤狄，西戎，还是义渠？义渠。义渠。义渠在秦国之西北，怎么跑到东南面来袭击我们？你知道你们袭击的人是谁吗？难道你们吃了豹子胆了吗？这买賣做得值啊！为了你大秦王后。哼，那你就大錯特錯了。什麼意思啊？在你眼前的，不是什麼大秦王後，我只是個陪嫁的應女，不值錢。你騙誰呢？啊？性子如此強悍，見識如此不凡，若非楚國公主，哪來的如此心性和教養？哼！你若不是王後，那這天底下就沒有女人敢居於你之上了。哼！若是王後，身邊怎麼可能只帶這麼少的護衛？如此輕易落入你們的手中。不錯，我的確是楚國公主，不過我是庶出為應，王後是我的姐姐。在被你們襲擊的時候，我換了她的披風，為了引開你們。她此刻應該已經到商縣了吧？哼！你果真不是狄公主？當然不是。抓你的時候我就起過疑心，如果你是嫁於秦王的新王後，哪會跑來這麼一個小男人為你拼命？哼！你的買賣虧本了。這王後的妹妹，多少也值幾個錢吧？就是賺多賺少的事兒。來，搬上車！哎，好，這箱子好沉吶！時間啊！我幫你搬。來，這邊。這下好了啊！回去等大王賞賜吧！啊，哎，可不少啊！趕緊把那個箱子搬過來！這裡還有。都算了吧。这馬呀，是我們義渠人的好朋友，他絕不會輕易離我們而去的。既然你這麼喜歡黑子，那我就把它給你騎吧。但是記住啊，你不能用鞭子抽它，更不能猛勒韁繩。丫頭，這
一路走了这么久了，怎么也不说话呀？有心事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害怕了，不敢说话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前面就是大三关隘口了，不知道秦人会不会因为迎亲队伍被劫，不让我们过关呢？別擔心，他們的耳目應該沒那麼靈光。再說了，我帶了那麼多好東西，不用跟他們硬拼，我自有辦法。這就是過關的符節，拿給他們看。好，去吧。哈。大王到！舒兒，大王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您了。经过我都知道了，你平安就好。求大王救救月儿！月儿，大王，月儿就是那个会使软鞭的小丫头。听说这次全靠她穿着舒公主的披风引开了一群人，才保住了公主的周全。寡人记得她。来，既然如此，义渠那邊要想想辦法。大王不妨找大良造公孙衍商議一下，讓他推薦個合適的人選。公孫衍一直主張與魏國親近，反對與楚國聯姻，恐怕對此事不會熱心。大王，這就是我的義渠王宮，怎麼樣？還合你的意吧？哎，丫頭，既然你不是王後，那不如留在我們義渠，嫁給我們大王。大王可是義渠之王啊，對呀，不比那大秦之王強吧？是吧？是。你個瘋丫頭！這丫頭的脾氣像我們義渠的女人。你們聽好了，我是楚國公主，是秦王後的親妹妹。你們言語間再有輕